我係阿橙，係一位整理師。除咗幫人執屋之外咧，平時都會物色下有咩合適嘅收納用品。今日嚟無印良品揾埋負責家具及收納用品嘅 Dennis 一齊同大家分享有咩家居轉櫃收納用品。Hello Dennis，嚟到換季時間，相信好多人咧都想重新整理下屋企。你有咩收納用品可以推介下？我哋有好多產品都適合收納屋企唔同嘅物品㗎。今日再等我介紹一啲適合擺放喺客廳或者睡房嘅俾大家啦。呢款 PP Box 有好多唔同嘅尺寸，無論擺喺層架、睡房衣櫃入邊或者獨立層疊式擺放出嚟都 OK 㗎。而唔同嘅尺寸咧，都適合收納唔同嘅床單啦、衣物啦或者毛巾等等。我知道好多女仔咧都有好多小背心或者細件嘅衫咁樣，可以用呢個不織布纖維分隔，仲可以擺埋內衣褲或者襪仔，咁樣分類收納一目了然。衣服垂直擺放，拎出嚟仲好方便添。另外分享個小 tips 俾大家啦，如果想 flexible 啲，可以用呢個鋼書座隔開唔同衣物，就算裝唔滿都可以整整齊齊。除咗 PP Box 之外，我哋仲有另一款收納盒聚酯棉麻收納系列都可以選擇㗎。呢個聚酯棉麻收納系列材質咧就屬於偏軟身，佔用空間都比較有彈性。頂部打開方便擺放，用嚟收納過季唔常用嘅衣物、被鋪等等，裝滿少少都仲有走盞位啊！另外咧，佢仲有個手腕位，適合放喺高處，拎出嚟咧好方便㗎。咦？我見到仲有一款藤織儲物籃喎，可唔可以介紹下？梗係可以啦！呢款藤織儲物籃輕巧堅韌，唔同嘅尺寸適合擺放客廳收納大大小小嘅物品。而呢個款式亦都好容易配合家具嘅顏色，就咁放喺度已經好靚啦，美觀又實用㗎。咪住，我諗到啲嘢，我突然諗到一個收納用品想介紹俾大家。呢個文件分隔咗，可以放喺收納籃裏面作為分隔，為收納袋提供易攞易收嘅空間。另外咧，佢仲有個隱藏用法，平板電腦、電子書、閱讀器等等都可以用佢嚟直立式擺放，插電或者收納都好慳位，擺喺房或者廳都 OK 啊。你講起慳位，其實客廳或者睡房都有好多空間可以善用，例如呢個竹製多用途架。佢嘅設計係特別薄身，可以為角落或者門口嗰啲容易出現窿罅嘅地方增加收納空間，同埋佢係用竹嚟去製成，特別耐用添㗎。雖然介紹咗咁多實用嘅收納產品，但係萬一如果大家唔肯定邊個產品適合自己屋企 ，Dennis 點算好啊？唔使煩惱喎，我哋無印良品設有家具配置諮詢服務，可以為你建議返適合嘅家具或者收納組合㗎。好喎，咁不如你而家幫我個 friend 睇下屋企可以點擺啊？